啊，过去有车要讲，高山青来。哦。
最近的吼，看一个表演嘛袂歹啦吼。有一个电玩师讲吼，我们一贯道闷太久了吼，所以我咱来把心泡开对不对？虽然看跳舞哦，迄就是要把咱的心泡开，泡开要创啥？来听道理有感觉非常精彩哦，有啊无？来听道理吼，小故事大道理，我听过吼。虽然是故事真少哦，不过有大智慧。道理有三转公转的功夫，道理有阴阳的分别，所以真的听看摆讲小故事大道理吼，我阮这少年啊，是一个好好。亲爱的付前人以及敬爱的点玩师，各位前人大家好。现在讲小人物之兵，都是红土输入点，老在您这里的台湾台点，各位点玩师的主兵带动，各位在里的口心提话，好有好有机会出现有宝贵带动，会当让大家出现的爱上佛堂，大家学习了完，在清楚。兴亡提本书列，咱的弥勒祖师师尊师表，弘持大愿，诸佛菩萨大主大悲，好许下会当来遮学习了完。咱想着讲，过去世咱的诸佛菩萨一定辛苦的经过遮，修道的过程有忍着无？一定会经过忍着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咱看以早佛道，从配开配乱。伊的精神是忍辱心灵，互人剁骹剁手、剁来剁去，有感觉无？咱看耶稣，互人钉伫十字架，互人卖魔，伊替世人担罪。咱看孔子周游列国，互人化菜化肉，5万人哦。咱的寺庙忍辱心，伊伫头拄仔领书主笔的图当中，用做有忍辱无？一定会忍辱过程，对不对？以早有一个在家修行人，伊咧会去听师父讲经说法。有一天，伊听到师父讲着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伊感觉非常好。下课时阵呢，这个师傅啊，就甲伊讲话啊，伊知影平常时这位地主啊，真虔诚修行。伊甲这位地主提醒，讲你累世啊，有一个因缘啊，一个灾业伫面头前，你会记，爱忍辱。这关若会过，你智慧大开，你更上一层。不过就是爱忍辱，爱记了，啊，感谢师父注意啊。所以咧，伊离开了，离开就等咧，伊就会跟师父来讲，爱忍辱哦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啊。伊时时去听因伫心肝底，食饱嘛修，困醒嘛修，拢无离开师父注意的话。了啊。过顶工共款穿甲足精神，要来分长听道理。伫街仔顶行咧，远远看有一位打伞的先生。甲伊相像的时阵呢，这位打伞的先生弄着这位修行啊，哇，弄一个看甲规身拢是屎，有够臭的啊！心情实在无好。等下要去佛堂听课呢，我呢吼，等下爱去换衫啊！我若是卡叔讲吼，叫这个打伞的人陪我吼，会去无？会袂去。打伞的人就是困苦啊，无事，我赶紧转来换衫就好啊，行。这个打伞的人约过去，你足好呢，边仔街仔顶的人讲哦，这个人啊，你。约过去创啊，干咩啊？甲拍？啥物啊？你甲我弄着，佮甲我拍？我背甲我身躯屎，你佮甲我拍？啊！你怎有看我啊？
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啊，总共的文念真歹做，按过啦，想到过程啊，要坚持落去。啊，感觉艰苦嘛要忍着啊。啊，无事啦，换衫裤就好啦。我紧来转啦，我那个还手啊，我有吹啦，我紧来转去了，紧换衫裤。一心向道，要来学堂听道理。伊的某囝讲：“哦，爸爸，先生，你真正看会使，佮坚持，无生气，佮要去听道理，无影响你。哦，你真正无简单。了后你听师父讲课，伊的心肺拢轻松啦。伊想讲，啊，忍着，忍过，就无事啊。了后有一天，听道理，欢喜像我，真正足欢喜的吼，足舒适的啊。了后呢，转去啊。”一天嘛忝啊吼，要休困，到暗时时阵3更半暝，即当阵呢，到底吠甲足大声，有人弄甲足急的。哎哟，这外省真来弄门啊！我嘛是爱开门啊，拍开一下，打啥的啦？哎呦，生气哦！早起啊，你甲我看着使，我即马你甲我。看着使了，你甲我拍，我即摆都在听。我是跟你无熟识啦，啊，这话吼，你来找我是啥物代志啦？哈？不过，这位小朋者，我是你女婿，这个材料的一个。我是找3世因过进前，找好1世要来讨报，因为今天你的修持忍辱。我爱怨气气度，因为你的修行互我感动，所以我爱怨气冤得消。不过，阮老父母，我甲你讲，我讨过了后，我嘛选今仔日结束我的生命，所以我生命结束，我需要立土为安。我有一件事，嘛要拜托。我立土为安了后，我希望我的某囝会当甲你同款，会当修道食菜。若是安尼，我会好好报答你，感谢你。我互你地址，了后呢，况且，伊就讲哦，师父讲真正无问题的。哎，我嘛是爱来做啊吼，因为着咧地址行去，这个当菜啦。真正过生日，因为伊入土为安，了成全伊的某囝，修道食菜，好我做人，修道圆满。伊甲伊亲情朋友讲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！我有听师父的话，师父真正是我的贵人啊！若无咧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过真现，修道的尊贵，就是会当改变命运。3世因果，一世下，有准备无？咱每世6万年业力，咱若坚心修道，会当行无？不过艰苦嘛爱修道，所以先父甲咱注意，修道过程是坎坎坷坷，若会当顶得过，忍着，会当智慧大开，会当有所成就，所以咱千万爱。圣人的话，还佫贵人的叮咛，咱记伫心肝底。师父注意哦，咱记一，毋免记足侪，记一句，印伫心肝底，佫做会出来，会当了结历史诸多的灾业，累世灾业会当化解。所以，师尊老大的慈悲，忍辱负重，咱顶会过，还佫有重定，重责大任来做，啥物来历？对着咱的负责人，咱的点下书，要度化更较侪有缘听的生活，安尼咱有重要无？爱忍着无？坚持到最后，最后向后要分享的是，先父甲咱注意，这世界上无比修道较容易的代志，咱爱坚持到后尾。最后，若未满地方，恳请上天老母慈悲赦罪，父前人慈悲开示。安尼讲很精彩。阮少年来讲吼，
好势嘛来学习一下故事好无？哦，所以阮古前人定来你讲金黄金对无？定来你讲佛祖的过去，迄就是伊的故事啊，对无？但是注意一点，佛陀时代嘛，有足侪故事，小故事会启发咱的内心啊，对无？你知有你敢会记得有一年吼，伫咧台北迄个所在吼，迄平地有落雪，你捌看过？迄真正迄伫迄个平地啊，你千山就落雪，迄头先看着吼。迄佛陀的所在叫做印度，印度的所在嘛，较北方的所在，伊嘛有一年共款吼，遮冷遮寒的。你知影咱出家人吼，做衫衣啥物，一半都是你袂当有伤济家己的物件嘛吼。啊，你迄年特别的寒，但是要过迄个寒冬，所以佛祖吼。佛陀就特别注意讲，所有的修行人，BQ 会当处理外口换的布品，会当来度过这个寒冬。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时阵吼，拄啊好，佛祖有一对夫妇吼，伊是非常的善情。人讲家徒四壁，你知影啥物叫家徒四壁无？真正有够无福过，对无？迄卖生活有一顿无一顿。伊知影讲我过去无布施，即阵佛祖自世来到咱即个所在化缘，想办法来甲结缘者，对不对？安尼有理无？伊做一个动作，注意吼，伊困顿，你捌去扫涂骹无？伊摕扫帚去扫，你知影伊扫啥物？啊？扫啥物？扫树啊！有遐济通扫。伊去扫到壁角有迄个金角啊、铜线啊吼，迄你壁角遐，啊扫一了出来，甲有做假的无？哦。你扫无办法去捡到迄个铜板无？啊，足正的，俺大概恁兜是写图是足好看的。你知伊去扫有无扫无？无。扫，真正有家徒四壁。但是佛祖都惊来，伊拄啊好有一领衫，寒天的时阵，也是较寒，暗时的时阵。因为两翁仔某同齐做媒婆的工，啊若出去哦，就先死先穿，出去办代志，转来原太太要出去，原太太出去啥？穿你出去办代志，再转来。因兜所有上计来我存迄领衫，迄领衫看到有做人，你知影甲记就好。迄领衫差不多补有100补5斤啊，有100个。哦，这领衫叫做白布衣。安尼记好咧，双脚跪，甲做顶面，啊，伊嘛会感觉有做假，有做看到伊的诚心，双手甲牵着，足心伊甲接起来，交互伊的弟子，然后甲伊开示讲：恁这对夫妇未来100岁以后，往生多利天，成为天人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啊，这个我是。未来你有囝，啊无囝咧，讲未来你有囝，你的囝不但你的囝会足好、足有才能，恁囝会大发展啦。哇，听到这发生的这对夫妇有欢喜无？上够欢喜，而且咱到有做假，有假啦无？做假。这个时阵吼，发挥完了后，佛祖伊给咱讲出的这个发挥因缘，对不对？啊，所有的 BQ 你拢甲招起来。伊讲咱即厝我会了先讲，有啊，家拢穿迄新衫吼，做甲安尼甜甜甜吼。哦，啊，大家拢穿新衫有够欢喜。你过年穿新衫有欢喜，做到这个神境。第三，伊讲吼，咱即厝我先讲不是干那只水衫，咱有我的就一领布衣啊，这领布衣叫做白布衣，若无修行的人来穿，食到120岁，善终无病善终。这领衫有好，这个什么衫？一个修道的人若穿着这领衫吼，上少咱穿着阿罗汉的初步，哦，有这种衫咧，爱去找无？啥人去得着安尼？去找哦，就派个地出去找无？找无。讲一定为你的上世处，你知把所有仓库内底布品拢甲搬出来，我存一领，你壁仔底无人来。啊，听说我们做是这领，拢对是这领叫做白布，足久无洗。
虽然是保养，搁则差嘛，对无？爱甲摕来去洗哦，迄地主就清洗有做，安尼即件衫变则好啊，来甲洗好清气安尼，有专讲好，你家己去洗，你若去洗迄个溪仔就无偌无，伊咧洗的时阵哪洗，迄个水一直感觉，一直感觉，你知迄安尼2个3个，家己揪袂转来咧，伊愈紧，迄个水愈甲卡落去安尼，哦，你知安尼会惊无？惊，今得人清洗有做。爱会使派新丰给的什么人？啊？奉元尊奉建连尊者对不？请咱奉建连尊者吼来斗救啊，好可以啊！奉建连尊者去到迄个所在，伊使用到伊的神通来，我做啥？须弥山最尖上都须弥山，须弥山，须弥山咱若看无，咱看喜马拉雅山，毋捌看过，捌听过无？迄喜马拉雅山有无？用喜马拉雅山的力量来救这个山，安有简单无？啊，有吼，啊救袂起来，不但救袂，伊愈家己，迄个变成一个大线路，一个风浪有够大，你知？哦，迄喜马拉雅山的人嘛，无法度安尼叫架落去，赶紧转来清洗有做，这个衫是安尼来真奇怪，我愈用力，伊愈甲架落去，啊变啊甲摕。伊讲做开始来讲吼，有一个方法，最近咱这叫做对，这叫做用对无？伊讲你去走下，咱有走下无？你走下摕一个笔，会使2粒哦，一边啊1粒，你摕一粒笔吼，甲放你个衫内底，这地主就赶紧，你摕一粒笔啊，1粒了，甲放落去，拢变完者。你若口灰吼，啊，怎样办？这若人聊就还袂过卡拉乌嘞啊，轻啊甲摕起来，那真奇怪啊！这地主足奇怪来请教，我为什么这个人做无注意？讲，你唔该来收落，看起就这件衫，这件衫是这对夫妇用真心布施出来的衫。注意这点，神通抵不过什么？业力呢？只有什么才能够消除业力？真心的功德才能够消除业力。安尼神通咱如果都得讲过迄个真修的功德无，无法度。注意这点，所以注意这点，咱今日才发心哦，咱6万年来，甲今日要传播清除咱的业力哦。你今日真正发心，咱今日发心真心发心哦。你做1年，你知比过去是修1世人、2世人较简单的。你要信哦，如果你若要信，有真心的功德，所以这袂使看起修的，袂使看起人发心，迄个发心是尊贵的。只有发心，迄个功德在咱当下理天的所在，迄个真修的功德，迄才是做金光。不坏，注意这点。如果咱若是安尼，咱更加爱团结着，团结起来才有力量。团结起来就是要甲真理弘扬伫世界各国。咱台湾今日足平安，就是因为咱有真心去修道的人。那么这个真心，那弘扬世界好不好？一家人好不好？咱是一起来好不好？一起就好，大家一起来，一家人来，一家人。一家人。天天
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也来欢迎他们。好，各位青年大家早安。早。要开始之前哦，考前来第一节，考得过哦，要表演哦，考得过嘛要表演哦。敢咱以前有人有讲过啊，你若知影啦，先卖用，有捌听过人叫看卖哦。咱天道有做编的啦吼，甚至咱这有拢有做编过啊。你较早若咧修剪的时阵吼，你早期咧修剪讲空军的吼，拍日军。用棍拍空军啦，用棍拍空军，有出部先例，一句成语，有人会会对无？啊？下天下地对无？不对，就是，用棍来拍吼，爱下咧天气对无？啊，空军若要拍，爱下咧地对，是不是？咱即阵会当坐你即个所在，听副监人、听点文书，注意一下，咱你即个所在听到你，爱下天下地无？即阵你就感受会到对无？啊，有年啊，佫感受会到对不对？咱离乡国际，大家拢去佚佗，咱就爱来过一班。但是今年咱来咱遮过一班有下天下地无？咱放下手机，今仔日咱副监人吼，咱即个机会，即个所在来即个所在学习啊，对啦吼，开始的时阵，注意点。为什么咧先有这个舞蹈团？就是你龙年这年哦，祖师有来写手笔，伊讲哦，龙飞凤舞，咱爱享佛堂来。所以先写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若是太平年，伊无随便来人世间。龙大王嘛是咱修道人互我是，咱今日来到咱的道场听道理，龙大王来做咱的互我是，天龙八部来务实，有出轨无？就是安尼尔。金堂玉女花舞牌，最近风波凛凛，听讲千秋献两个是对，千秋万古，这签名个是对，即阵副监人欢喜，所以签名啊真欢喜哦。金堂玉女来这个所在要跳舞，表演互咱看，多欢喜心转去好不好？都是互咱欢喜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尔，美丽之物笑来来。天上不留一分子，每日会传所有的物种来到咱的道场，看咱最近的才会欢喜。即只法船，普渡法船，甲大道开好无？你早期你较早就开始啊，是即马搁电视讲呀。祖师伊讲咱即阵就是要甲即只法船，要甲开了行，要众志成城，来度外人，好不好？最近的拢是咱祖师上好贵宾，嘛是咱。前副监人上好贵宾，嘛是咱最点文书，咱最监人上好贵宾，最监人，咱要跳偌悬？你想着悬有偌悬？喜马拉雅山有悬？咱上悬要来理天好无？咱理天这座山吼，爱经过定下下，但是你时时这个，咱副监人保持个初啊心，爱上车好好。保持个车好不好？高山青来。爱上你姑娘美如雪。
哦，啊，你就感觉安尼最近这几年吼，天气则烧热安无？前20年前有一个前辈去注意啦，热天会足热，安尼学者就讲，安尼寒天就袂嘛，我唔对，寒天会更愈寒呢。哦，啊，即阵了就是的吼，但是不要紧，注意这点。无论这个天气吼，伊变化如何，咱拢要甲适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咱若感觉足热的时，你甲想讲，咱若徛伫海边，迄个海风吹来有凉吼。咱就用到心啊静吼，迄身躯就轻对无？啊，心就会凉对无？啊，你若个听看卖讲吼，迄夏天的海边，哎呀，迄热天海边啊有清凉吼，有无？啊，海边传来咱这个所在好无？夏天的海边啊。最近呢吼，看起来表演嘛袂歹啦吼。前点嘛是讲吼，我们一贯大闷太久了吼，所以讲咱那个心泡开对不对？虽然看跳舞吼，迄就是要甲咱的心泡开，泡开要创啥？听道理有感觉继续精彩无？有啊无？听道理吼，小故事大道理有听过吼？虽然是故事真少哦，不过有大智慧。道理有三转五转的功夫，道理有阴阳的分界。
注意这点，听看卖不讲故事大道理哦。我关键笑脸的啦，是最好讲。亲爱的副前任以及敬爱的两位师，各位前任大家好。现在将抢首先主宾，高速红府输入点，老真人的台湾台点，各位点传书的主宾带动，各位真人的苦心提拔，好后下有机会出现一条宝贵带动，会当听到这书生的爱上课堂，到这学习了完，在清楚。兴亡提分书评，咱的弥勒祖师师尊师表，弘持大愿，诸佛菩萨大主大宾，好后下会当来这学习了完。咱想着讲，过去世咱的诸佛菩萨已经辛苦的经过这修道的过程，有忍着无？一定会经过忍着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咱看以前佛陀，从屁太屁软。伊的精神是忍辱心灵，互人剁骹剁手剁来剁去，有感觉无？咱看耶稣，互人钉伫十字架，互人卖魔，伊替世人担罪。咱看孔子，周游列国，互人化赛化流5万年无？咱的师表，忍辱一生，伊伫头拄仔领书，自己的头当中，玉祖有忍辱无？一定会忍辱过程，一定。以前有一个在地修行人，伊咧会去听师父讲经说法。有一天，伊听到师父讲着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伊感觉非常好。拍课时阵呢，这个师傅啊，就甲伊讲话，伊知影平常时这位地主啊，真虔诚修行。伊甲这位地主提醒，讲你累世啊，有一个因缘啊，一个灾劫伫面头前，你会记，爱忍辱。这关若会过，你智慧大开，你更上一层。毋过就是爱忍辱，爱记了啊，都是师父注意啊。所以咧，伊离开了，离开就长咧，伊就会记你师父甲讲，爱忍辱哦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啊。伊时时去听你心肝底，食饱嘛想，困觉嘛想，拢无离开师父注意的话。了。过顶天共款穿甲足整齐，要来去长听道理。伫街仔顶行咧，远远看有一位打伞的先生。甲伊相像的时阵呢，这位打伞的先生弄着这位修女，哇，弄一个花飞飞出拢是屎，有够臭的啊！心情实在无好。等下要去佛堂听课呢，我安尼吼，等下爱去换衫啊！我若是卡叔讲吼，叫这个打伞的人陪我吼，会去无？会袂去。打伞的人就是困苦啊，无事，我赶紧转来换衫就好，行。这个打伞的人约过去，约得足远呢，边仔街仔顶的人讲哦，这个人啊，约过去创啊，干咩啊？甲拍？啥物啊？你甲我弄着，佮甲我拍？我背个我身躯屎，你佮甲我拍？啊！你怎有管我？叫人来抓就好啊！足生气的。有这种人叫做安那？花茶。有这款人，真生气。不过伊生气的时阵，想着师父甲伊讲啥物？爱忍辱，忍一时之气，免得千日之忧。